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正国寺的常住法师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正国寺要办一个爱心活动，所以时间比较匆促，比较忙碌了。马上5部游览车就会到我们这里来，师父要带他们绕塔、念佛，讲一些非常重要的人生道理，跟他们大家来交流了。那么利用还没有来之前呢，我赶紧抓紧一点时间来各位大家报告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：人命在呼吸间呢。从前有一位老人嘛，他死后见到了阎罗王，就责怪阎罗王：“你为什么不提早写信通知我呢？”阎罗王就回答说：“哈，你的眼睛花了，就是我写给你的第一封信啊；你的耳朵聋了，就是我写给你的第2封信啊；你的牙齿坏了，就是我写给你的第3封信啊。我不知道已经写了多少封的信通知你，你怎么还说我没有写信通知你呢？你怎么可以冤枉我呢？”又有一位青年人死了以后，也责怪阎罗王说：“我的眼睛很明亮啊，我的耳朵很聪明呢，牙齿也很坚固，身体很强壮。阎罗王，你招我来，为何不事先写封信通知我呢？”阎罗王回答说：“哎呀，我也有写信通知哦。你有没有看见你们家东边的邻居啊，有30-40岁就死了，西边的邻居有20-20岁就死了，更有周岁的婴儿就猝死了，这些都是我写给你的信啊。人命无常啊，就像是早晨的露水一样，只要一口气上不来，这个身体就成了饥渴。佛说42章经里面，佛问他的弟子：人命在世间有多久呢？有位弟子回答说：人命在数日之间，几天的当中。佛说：哎呀，你还不知道道，你的道没有抓住。有位弟子回答说：在幻时之间。佛也接着说：你也不知道这个修道的道你也不知道啊。佛又再问呢，那个弟子回答说：人命在呼吸之间啊。佛说：善哉善哉，你知道啊，修道的道理你知道了。一般人往往都忌讳谈死亡，但佛陀在经典里面常常提示我们：生命无常，国土萎悴啊。这是佛陀告诉我们人生的真相，叫我们要有高度的警戒心，不要以为我还年轻，我的寿命还很长。由于平常没有心理准备，一旦无常到来啊，反而贪生怕死啊，手足无措啊。生命的个体跟宇宙万物虽然在不断的转变，生灭无常啊，但佛性却是永恒不变的。佛性就是我们的灵魂本体。因此学佛者主要的目的是在追求究竟的离苦得乐，而且要懂得解脱生死的方法。印光祖师告诉我们，末法年代的众生除了信愿行之外，佛陀也讲不出第2个方法来救度末法年代的苦海烦恼众生。所以由此可见，念佛才是我们唯一能够信赖依靠的。为什么？念佛就是靠佛啊，其他的方法都是靠你自己啊，你自己根本没有力量啊！你是一个罪恶的凡夫，是一个烦恼苦海的众生。我们要靠自己把所有的习气都转变，观念都要很端正，很难，你很难，你是做不来，你也学不来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，只有念佛靠佛，只要你一称念佛号，你看临终观音世智自来引呢，自然来给你接引。你到了西方就不会生死轮回了。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，千万不要说以为我还活得很长，我还年轻，不要这样一个盲目的想法，这种错误的想法。棺材不一定是装老人呢，很多年轻人都走了，还不满周岁就突然间离开了。世间的真相原来如此，我们有1分1秒都好好珍惜，赶紧念佛，发愿西方成就。这一点呢，借这个机会给各位大家报告。南无阿弥陀佛。